最近好多人問新疆有咩好玩，邊個月份去最適合？南疆同北疆有咩分別？車程會唔會好長？會唔會有高山反應？今集嘅開箱團攻略室就等我一次過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新疆位於中國嘅西北部，係中國面積最大嘅省級行政區。呢個地方融合咗絲綢之路嘅歷史、多民族文化同壯闊嘅自然景觀，例如雪山、湖泊、草原、沙漠、古城，應有盡有，係一個得天獨厚嘅旅遊勝地。新疆以天山山脈分為南北疆，南疆以喀什為中心，呢度融合咗維吾爾族嘅文化，無論係市集、古城，抑或係寺廟，都充滿咗異域風情。喺南疆，你可以穿越帕米爾高原，喺高海拔地區欣賞國家級嘅白沙湖同埋卡拉庫里湖，打卡有冰川之父之稱嘅慕士塔格峰同貢格爾峰，走入鬼斧神工天山大峽谷，感受震撼人心嘅大自然世界。相比起南疆，北疆以壯麗自然景觀聞名。深入北疆可以探索喀納斯湖，欣賞隨季節同天氣變色嘅湖水；踏足和木村，可以睇下中國最隱世猶如水墨風景畫嘅原始木屋部落。仲有不容錯過嘅就係被稱為大西洋最後一滴眼淚嘅賽里木湖，湖水湛藍清澈得似一粒巨型藍寶石。而香港少見嘅大草原，其實北疆隨手可見。名氣最大嘅肯定係牙拉提草原，呢度到處可以見到牛羊成群，順便感受一下咩嘢叫做游牧文化。最後一定要睇埋以奇特嘅風食地貌，宛如外星世界嘅魔鬼城。新疆四季分明，最佳旅遊季節係4至10月。由於地方大，車程會較長，大家要有心理準備。去到2300米以上可能會有高山反應，不過大部分人都可以喺幾個鐘頭內慢慢適應到。今年國泰航空繼續開辦直航烏魯木齊航線，中環遊嘅國泰優越系列提供8至15天南北疆行程俾大家選擇。優越系列團隊係全包行程膳食，品嚐新疆特色美食，例如烤全羊、大盤雞，更安排品嚐黑珍珠指南美贊。全程安排2+1寬闊座位旅遊巴。酒店方面，全部入住5星標準或當地最高級別，而且不設自費加油同埋去指定購物站，等大家可以冇壓力下去享受旅遊。想更有特色咁遊南北疆，可以考慮新東方快車13天旅程，利用鐵路優勢夜晚行車，大量縮減朝早嘅車程。新東方快車每間房安排2人入住，設有獨立浴室、洗手間。新東方快車上更加有餐廳、酒吧車同埋娛樂室，俾大家以不同嘅方式去欣賞大美新疆。新疆係目前國內為數不多嘅純自然旅遊熱點，大家都想係被商業化之前走返轉，所以唔好再猶豫，快啲上網或 WhatsApp 3443000報名，仲要記得留言、讚好同埋分享俾身邊想去旅行嘅朋友。